台乡亲啊，讲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年龄是愈来愈大。台北市伫顶个月就掠到一个73岁车手，警方讲这是因为斩首的行动展开了后，少年车手陆续被判刑掠去关。诈骗集团找无人，就开始刊广告要来请人，讲只要代收包裹甲款项，这个工课轻松，薪水阁悬，结果有袂少坐伙人来应征。其实都是在做车手的头路。这全部不是你们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。这位男子到桥上取货，被卖货的白衣警员抓到，但是也无清楚什么状况。那谁叫你来你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要问我朋友，朋友在车上。公司路车帮朋友领包裹，结果煞变成现行犯。即马若是少年人误入陷阱，连家庭主妇嘛是。我今天中午有去领。即马早起车手年龄有悬，今年领到的是3436名车手，2.50岁以上的人数增加，总共80个。台北市顶个月也有掠过73岁的老太太。代公司收款，或者是这些款项，比如说可能是当铺赌场的这些流动资金，然后无法透过正常的管道取款。警方这2天展开斩首行动，全力防止追捕车手，袂少少年车手拢判刑入狱。诈骗集团专向骗老人，但是误入歧途，是要面临早期刑责甲赔偿的。